张广德教授是中国著名养生学家，中华武林百杰之一，中国武术八段。40多年来，在武术教学中，张教授以摸规律、抓特点为治学之本，培养了一大批武术人才。在研创养生太极体系中，以易学的哲理为指导，取得了强身健体的显著效果。他以系统性、科学性、时效性、艺术性和广泛适用性为宗旨，所创编的导引养生功得到了专家的承认，受到了5大洲朋友的热烈欢迎。张教授所创编的导引养生功1992年荣获国家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并享有专家特殊津贴待遇。1999年，国家体育总局又授予他体育科技荣誉奖。2002年，史康成校长代表北京体育大学授予他在导引养生功的创编和推广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奖杯和证书等。张教授在教研之余著书19卷，堪称高产的武术家、养生家。张教授曾多次赴日本、德国、美国等17个国家讲学，为促进国际间友好往来做出了积极贡献。张教授虽已退休，但他退而未休，仍继续进行深入的科研和辛勤的教学工作。育明人者先自明，是张教授教书生涯中崇尚的名言。不争春荣，笑迎秋霜，是他人生的追求。导引养生形体诗韵表演，现在开始。
导引养生形体诗韵表演，现在开始。导引养生形体诗韵表演，现在开始。
声形体诗韵表演现在开始。导引养生形体诗韵表演现在开始。